美國四大指數軟起也拜三台指期結算，台股拜一的趨勢是引起關注。也專家認為講，美伊戰爭未收煞，不過目前這個油價是也無失去控制，佮加上講9月聯準會真有可能會維持利率，這個利率未來改變。就算講拜一台股開盤有進度，不過起起落落應該佇咧千點以內。也專家佮分析講月底台股乃當徛起哩47395點，9月台股都有機會挑戰48215點。美國7月零售銷售月減0.6%，無夠預期，顯示消費動能降溫。而且美國就業甲消費等指數也無理想，市場預計9月美國聯準會利率可能袂啥會震動。美國股市四大指數攏由紅變烏，向上衝的日頭攏會花去，股價在收盤盤攏無超過1%，台積電 ADR 盤要加1%，大家等你看8月台股開盤。外資已經在上周是連續5天連5買超台股，這個就是外資是比較轉為正向，所以我們覺得說就是震盪可能再偏多一點點。那因為上面再上去可能會有一些獲利了結的賣壓。專家講台股也是有機會登到46000點，不過台股這禮拜行勢有幾個觀察指標。要注意外資台指期淨空單，敢有法度降到8萬口以下，現超買超是毋是人繼續？抑個台股46000點，敢有法度自壓力轉做支撐？過來就是台指期正價差，敢有法度繼續？專家講，央行9月理監事會議利率可能袂變，而且最近新台幣對美金的匯率轉強，有機會挑戰31塊8。8月底台股有機會自反彈轉做反轉，擱再回升起嚟。回升這個地方可能會在下禮拜這個地方來做挑戰。如果一旦47395過的話，9月份應該台股就有機會創下這個歷史新高48215的這樣的一個歷史高點的挑戰。專家認為台股在9月應該還會當起，除了7月有206間上市櫃公司營收創新高，而且上市櫃公司如果在頂半年納出3.6條迄啲的好成績，過來第3季甲第4季攏是傳統的旺季，攏有利台股繼續衝關。記者綜合報。